台南市文化局文资处长期推广传统工艺，这回特别出册记录2名人间国宝的工艺手路，分别是大埔河的泥塑以及丹山会剪黏。我想这是为了保持文化主在内底，我想上珍贵、搁上价值。今仔日咱让真欢喜看到这两本册来出版。我想以后咱文资处未来就会想咱所有的工艺大师过来咱出版一下专册。专册除了有实体的册以外，咱嘛有电子书，咱嘛有迄个什么网络电子书，在线上上架。新册发表会特别选伫第一寮福安宫，因为这间宫庙自制侪台南在地工艺师的作品，就亲像是博物馆同款。其中丹山会作品《太子闹东海》跟先天上帝就是伫遮。剪黏伫1949年迄阵，就是迄阵台湾光复过来，迄阵剪黏当好，台南的庙当咧大翻，大翻阮业者就去进口这玻璃用挂的。到1980年的时候，这生意人就开发做南藤的稻帽啊，规身小小的稻安尼。到迄个时阵，就阮剪黏，阮就四样工艺啊。福安宫这就是我人生舞台第2春头一间。传统工艺水需要传传落去，透过调查研究，以文字跟相片呈现工艺师的技艺甲生命故事。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